譚仔非常之重視旗下200幾間餐廳嘅食品安全同埋衛生啦。每個餐廳嘅品牌咧，旗下都有聘請 QA 嘅同事咧，去為我哋嘅店鋪去做衛生嘅審查。試想像咧，2000個巡查咧，其實同事咧需要用可能2個零鐘頭嘅時間啦，去做一啲數據嘅輸入啦，一啲報告嘅製作啦，或者數據嘅分析啦。如果我哋依家用 iAudit 呢個平台咧，其實可能撳幾多掣咧，就可以完成到呢啲工作。呢啲節省落嚟嘅時間咧，係可以俾到空間同事咧去做一啲更大增值嘅工作，譬如係幫店鋪同事去做培訓啦，又或者去策劃一啲衛生管理體系嘅升級等。咁呢啲工作咧係可以帶嚟公司更大嘅益處。iAudit 嘅優勢咧，其實就係將食安啦同埋一個衛生嘅管理數碼化。咁呢個咧係對好似譚仔一樣已經將業務擴展到去海外嘅餐飲集團嚟講咧，係能夠維持一個高嘅品質水平咧，係一個好關鍵嘅工具嚟。iAudit 平台可以全面同埋快速咁將餐廳層面以至管理層面嘅相關資訊即時整合，提交到單一嘅平台，實時監察全線餐廳嘅食安情況。我哋能夠迅速反應，喺有需要時係訂立有效嘅改善策略。呢個對於保持食品品質、餐廳嘅衛生相當重要。